女混合組開賽啦喎。第一線道香港遊艇會 Red， 第二線道香港智藝會龍舟隊，第三線道志同道合龍舟會，第四線道係漁灣之友，第五線道係香港遊艇會 Blue， 第六線道嘅係 Lever Dragons 嘅。冇錯啦，咁我望出去咧，因為太遠咧，都唔知邊隻係領先。但係咧，我離遠睇啲水花咧，就中間嗰隻應該第四線咧，嗰啲獎比較齊啲，啲水花咧又好似係勁啲。咁啊，唔知係咪佢領先啲啦？咁啊，爬埋少少咧先睇到。咁啊，但係一睇到咧，第二線咧，亦都係追緊上嚟喎，同第四、第五線咧比較叮當龍頭少少啊。咁啊，賽事已經去咗一半㗎啦，咁啊亦都睇到公證船俾呢6期我哋，咁啊起步係冇問題嘅。好，就嚟衝線啦！2、3、4、2、4、5啊！加油啊！漁灣之友，遊艇會，遊艇會 Blue， 哇！又係哇！叮當龍頭啊！兜尾嗰幾下獎先犀利啊！見到智藝好似收咗獎咁。係啊，佢好似贏緊啊！睇到睇住嚟食啊！係啊。好，但係無論如何咧，睇下嗰個賽果咧係邊隊咧係會贏得出嚟啦。咁我哋咧就交俾我哋嘅總裁盤馬，帶住啲運動員翻嚟，個個都彎晒腰扯晒氣啦。好，睇龍頭啊，斬集水，睇住個龍頭斬集水，唔該晒。